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係蔡俊理牧師。咁啊，當大家睇我哋嘅視頻啦，我哋好多時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題目，有時咧我哋仲會有一啲嘅訪問添。嗱，今日咧我哋訪問嘅對象咧係叫做 Amanda，咁佢咧就係我一個朋友，佢係喺呢個 LA 住嘅吓。咁有一次咧，我喺講道嘅時候咧就遇到佢，咁後來我哋喺視頻上邊咧就係有一啲嘅參與啦。咁後來咧佢就問我啦。喂，蔡牧師，你中唔中意睇世界盃㗎？咁我話俾佢聽，嗱，做咗牧師之後咧，我真係冇乜時間去睇呢樣嘢。但係如果係決賽咧，都會睇睇。有時或者一啲入球好精彩咧，我又會睇睇嘅。咁但係咧，我做咗個視頻喎，你會唔會有機會有興趣睇咧？咁結果咧，我真係早餐嘅時候咧，我都開咗佢嗰個嘅頻道嚟到睇，支持下啦。咁嗱，今日咧，我哋好想同阿 Amanda 咧，做一個嘅訪問，咁可能係一系列嘅訪問咧。我哋嘅大題目咧就係從世界盃去睇人生嘅下半場。好啦，首先介紹一下 Amanda，俾個招呼我哋嘅觀眾朋友。Hello，各位大家好，咁好多謝 Amanda 都係蔡牧師邀請。咁啊，佢係一個基督徒啦，佢係住喺 LA。咁首先咧，Amanda，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點解你會中意睇世界盃，又中意講世界盃嘅咧？咁樣。其實要講翻我細個，即係十零歲嗰陣啦。咁我細佬就好中意踢波嘅，佢喺香係。港嗰陣時都係踢啲校隊啊、區隊咁樣。咁佢就同我講：喂，家姐啊，有一個球員好靚仔喎，意大利球員巴治奧喎，你睇下啦，今屆世界盃。咁所以其實我90年世界盃開始睇㗎啦。咁啊一唔睇啊由自可，哇一睇咧就中意咗足球。場場都睇，迷上咗。我覺得睇世界盃咧，令到我開闊咗成個世界觀。因為睇波你又會順便研究下埋嗰個國家嗰啲文化啊、背係啊，景啊。係啊，係啊。我真係學識咗好多嘢咯。咁其實後尾我就愛上咗足球之後，我就立志其實做一個體育記者嘅。其實唔單止足球啊，所有啲奧運啊、籃球啊、高爾夫球我都睇。所以其實我細細個就想做一個體育記者㗎啦。奈何嚟到美國移民就為咗生計咧，就揀咗啲比較實際啲嘅科目啦。到而家，我覺得自己都係一個人生下半場嘅時間咧，我就諗翻我自己中意做啲咩咧。咁一路都想做呢個體育記者，當然而家呢個年紀，有人請我做記者就冇乜可能噶啦。於是咧，今次終於的起心肝開咗呢個足球 channel，趁住美國做主辦國世界盃，去同大家講下世界盃。你自己識唔識踢足球噶？我唔係甲組腳，我唔係甲組腳嚟嘅，我係純粹呢個叫做 spectator sports 啊，純粹係觀眾嘅身份。但係我就好中意研究每一個體育項目咯。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哋就係好中意踢足球，即係小學啊、中學啊都係踢足球。咁不過咧，一入咗去讀神學咧，就呢一方面咧就差唔多停咗。除咗有時我哋啲神學生走去踢足球做運動咧，我哋先去踢下啫。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其實運動我好中意噶。咁樣聽見你話做一個運動記者咧，哎呀，都真係想支持你多啲聽你講啊！喺多呢處咧，我謝多謝。想我想問下你點解世界盃會成為咁多人着迷嘅一個嘅節目又好，運動又好咧？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首先我想講翻咁多項體育上面咧，最平可以開始嘅運動就係足球啦。即最平。係有最平係啦，即係如果你睇翻 C 朗啊，或者係球王比利嗰陣時，佢哋點樣開始踢足球咧？佢哋係窮到鞋都冇啊，即係球衣都冇啊。周街係垃圾都踢一餐。因為我自己曾經去過阿根廷玩啦。阿根廷你知道呢個國家佢即係經濟爆破之後咧，好多人就一夜之間財富蒸發啦。我真係見到細路仔喺街度踢垃圾㗎嚇，即係佢係一個全球最平可以參與嘅運動。咁再加上世界盃係一個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嘅運動，佢4年一次盛事，好多電視都係廣播。我覺得就呢個比賽可以聯繫咗全世界嘅人個心同埋注意力咯，4年一次。咁如果你有留意好多，即係其實而家世界好多即係政治嘅混亂啊變化，但係大家都會覺得，誒嚟到球場咧，大家就要公平競爭，set the playing level off，
就係等大家喺一個好公平嘅情況之下競爭咯。咁就包括係咯，啊，我哋亦都會喺經過世界盃認識一啲我哋從來未聽過嘅國家，從來未見過嘅球員啊或者種族啊。咁我覺得係真係一個好有趣嘅活動咯嚇，即係佢係呢個稀有性好窮嘅地方，佢哋都會經過電視去睇到呢個世界究竟係點樣。嗯。係啊，今次世界盃我哋知道咧，中東都發生有戰事啦，但係美國啊同埋伊朗啊，都係喺呢一個嘅世界盃有份參與嘅行列之內。咁我想問下你咧，如果可要揀世界盃之最咁我想問你啦，最精彩嘅一場嘅世界盃，你認為係邊一場？分享下好唔好啊？可唔可以講兩場咧？貪心可以啊，少少。可以。我自己就覺得喺電視上面今屆最精彩嘅比賽咧，就係佛得角對阿根廷。係咩？係啦，不得係乜嘢？我都未聽過喎，係咪啊？其實我做世界盃節目之前都有 search 過佛得角呢個地方㗎。其實佢係一個非洲嘅群島，佢係位置於非洲同埋我哋美國大西洋中間嘅一個小島咯。佢係一個幾個大島同埋啲好細嘅島組成。我都有 check 過，如果係 LA 買張機票去佛得角咧，要轉3程機先至去到嗰個地方。2000蚊到啦，2000蚊到啦。咁因為呢隊佛得角咧，其實雖然係一個非洲隊啦，但係佢裏面啲球員咧好多都係打緊法國嘅聯賽啊、德國聯賽、荷蘭聯賽，所以其實成隊波咧都係歐洲嘅球員出身咯。咁因為佢係第一次入世界盃，國家人口係得50幾萬嘅咋嚇，咁咁今次佢哋呢一組咧，以小組賽三次打和嘅身份3分入去呢個世界盃。咁對住阿根廷咧，其實大家以為佢會輸㗎啦嚇，對住阿根廷上屆冠軍，哇！點知咧佢呢場咧打咗一場神奇嘅足球嚇，令到球迷係好難忘。最後咧，阿根廷係加時120分鐘3-2贏咗呢場波。佢個龍門咧係40歲，但係咧佢救咗美斯單刀同埋啲罰球，令到美斯完場之後咧都走埋去恭喜佢，同埋真係喺全世界認同呢一個係神將咯，即係美斯啲波同單刀食硬㗎喎，佢自己都愕然啦，哇！竟然呢個龍門救晒我啲波出嚟，咁同埋佢呢隊波第二個入球都係世界波咯，嗰個球員好得意啊，佢入咗嗰個世界波喺個禁區頂彎入個龍門。阿馬天尼斯阿根廷嘅龍門係呆晒嘅，救都唔識救。咁佢入咗球波之後咧，佢即刻衝上咗看台揾佢個女朋友去慶祝，全世界都影到呢個畫面。我都睇到嚇。係啊，好精彩呢場波，即係我會覺得係一個 underdog 強弱懸殊得咁犀利嘅情況之下，可以令到阿根廷咁難去贏到呢場波。真係好睇，呢場就係呢個就係足球嘅魅力，我自己覺得，即係永遠係波係圓嘅，未上場練過都唔知勝負咯。哇！如果有機會，我都想去睇下呢個國家。哇！咁啊，呢一次比賽可能咧就使到呢個國家咧就成為咗世界旅遊點都唔頂喎嚇。係啊，我已經 search 過，其實佢係陽光海灘嗰啲群島嚟㗎。咁第二個嘅最精彩係邊一場？哇！第二場就我係一定要講巴西對日本。咁其實我中意世界盃咁耐咧，我今次先係第一次入場睇世界盃嚇。第一場咧就俾我睇到巴西對日本呢場咁精彩嘅賽事，因為佢係屬於我哋即係香港長大呢一代人睇足球小將嘅小朋友。夢想就係希望有一日見到日本對巴西，咁嗱呢場波就即係俾我現場，我就買機票去 Houston 睇啦。咁現場其實90%都係巴西球迷，日本球迷咧其實就坐喺龍門後面，大概1成左右。但係咧，你會見到佢成場波咧，哇！日本球迷係不停咁跳，同埋不停咁幫自己國家隊去歡呼嘅。咁嗰場波雖然日本係1-2輸咗俾巴西嚇，但係我都好欣賞日本嗰個拼搏咯嚇。日本已經其實係亞洲嘅一哥啦，佢屬於係亞洲隊最強嘅球隊嚟㗎啦。咁佢就走線唔係咁好彩啦，對住巴西32強對巴西啦。咁其實我覺得巴西都唔算踢得太好嚇，但係始終佢球星個人技術方面係
勝過日本一籌嘅，佢都係最後90幾分鐘絕殺日本咯。但係嗰場賽事，我覺得就以一個亞洲球迷由細睇巴西睇大嘅小朋友咧，可以睇到呢場咁精彩嘅賽事，我覺得就真係好難得。同埋我喺最後咧，如果大家有即係如果會收睇我頻道咧，係有啲彩蛋嘅，因為我係見到好多老巴西球員啊，譬如好似朗拿甸奴啊、朗拿度啊、李華道呢啲球員咧，就坐咗喺個 VIP 嗰個看台，咁我係攞個相機 zoom 埋去見到佢哋嘅。咁完場之後咧，再俾我見到一樣勁爆嘅嘢咧，就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94世界盃冠軍啊巴西個隊長鄧加，我係同佢係好近距離，佢喺前面做緊節目，咁我係嗌東價咁樣，佢聽到我叫咧，佢係同我揮手咯，哇！真係我覺得對於一個球迷嚟講，呢個真係一個球迷奇遇記，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機會真係要現場感受世界盃，同屋企睇電視係完全兩回事，係非常之好睇。今次喺美國舉行世界盃，你哋又即係直接去咧，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嗬。另外咧，Amanda，我想問你嗬，如果俾你去揀嗬，你最中意或者你認為最受歡迎嘅嗰個球員或者係球星，會係邊一個咧？咁樣答案已經着咗喺身啦，就係 C 朗嚇，可能大家睇唔到，我後面有 Ronaldo 7號，係啊，呢個係嚇見到嗎？見唔見到？係見到。C 朗嗱，我就講翻我一開始中意足球咧，我係中意巴治奧嘅，咁但係巴治奧已經退咗役好耐啦。咁亦都講翻我嚟咗美國有一段時間，我係冇時間睇足球，因為又要顧住翻工啦、湊小朋友啦，即係屋企好忙，將足球真係擺低咗啊，忙到。但係咧我2013年有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咧，去到西班牙睇皇家馬德里對多蒙特呢一場歐洲冠軍球會盃嘅賽事。喺嗰場賽事咧，其實我係第一次睇 C 朗踢波嘅。我之前係聽過佢個名，我未睇過佢踢波。哇！但係睇完嗰場波之後，會發覺，哇！乜呢個球員點解可以90分鐘由頭跑到尾咧？因為佢係落後緊嘅隊波。咁但係佢個拼搏精神啦，佢唔單止淨係喺前，跟住佢係前鋒嚟噶嘛。佢淨係成場都見到佢嘅中場、後場防守，哇！佢嗰陣時係當打27歲，咁我就俾呢個球員嗰種拼搏精神就吸引咗啦。咁後尾睇完呢場波，再翻去睇翻啲記錄，哇！原來呢個球員係一個葡萄牙球員，係一個好窮嘅小朋友。以前真係執垃圾食嘅，喺麥當勞人哋即係賣剩啲漢堡包咧，俾佢啊咁樣。咁就睇完呢個球員個 profile 之後，就真係迷上咗 C 朗。咁大家中意 C 朗嘅都知道，佢係一個非常自律嘅球員，每日就無論如何都係做6個鐘頭 gym 㗎，到今時佢41歲都係。咁今屆已經係佢最後一屆世界盃，佢打咗6屆世界盃，係世界盃入球最多嘅球員，最老嘅球員。咁我自己今次見到佢真係最後一屆。真係好傷心咯！即係嗰日佢輸咗俾西班牙，我諗好多球迷中意 C 朗嘅都會落淚啊！即係都會戥佢好唔抵。咁好多人就成日攞佢同美斯去比較啦。我覺得呢個世界咧，美斯呢啲天才球員係得一個嘅啫，即係唔係有咁多人天生就識踢波。但係好似我哋呢啲普通人，經過後天嘅努力同埋不斷咁去自律去 push 自己成為世界第一咧，淨係得 C 朗一個。所以你會見到咧，世界好多出名嘅足球明星，譬如麥巴比啊、夏蘭咧，佢哋細個個偶像都係 C 朗嚟㗎。都係 C 朗拿到。咁我自己就真係好感謝 C 朗喺過去呢10幾年帶俾我哋咁精彩嘅球賽，同埋每次有時我想偷懶啊，譬如好似拍呢個足球頻道，我有時都唔想出片㗎，即係因為睇完波又要做嘢，夜晚仲要出片，真係好攰。但我一諗起 C 朗，佢話無論幾攰都好，佢都係會去 training。佢話有時佢去做 training 咧，唔係因為佢想啊，係一定係必須。佢好多時候佢都係唔想做，但係佢要逼自己做一樣嘢。咁我真係有時睇住佢嗰種精神去做事咯。即係既然我話 C 朗都做到，我都要模仿佢。所以其實佢對我個影響唔單止係足球場咯，即係好多做人啊，同埋做事啊，對自己個自律性啊，都係幫助好大。呢個分享真係寶貴嗬。好啦，咁啊，如果講翻呢一次嘅世界盃，你自己認為邊一個隊伍最終會攞到冠軍？嗱，呢個當然係你
個人啦，即係嗯。到最後唔係佢都冇問題，即係講下你嘅感受啫。一開始世界盃之前，我好想葡萄牙贏，但係葡萄牙已經出咗局啦。另外一隊我好中意球隊就係法國隊，係啦，嗯咁我都帶咗張麥巴比嘅閃卡，啊，係啦，呢個麥巴比頭先就講過啦，佢細細個嘅偶像都係 C 朗嚟嘅。咁今屆法國隊有三叉戟啦，麥巴比啦、丹比利啦，同埋嗰個奧利斯啦，同埋因為如果有留意歐洲足球嘅朋友都知道啦，PSG 大巴黎已經贏咗2次歐洲冠軍，咁法國呢隊班底咧就好堅㗎啦，即係佢哋防守啊、中場啊、進攻咧都係好 balance，同埋今屆已經係教咗20年嘅教練迪金斯最後一屆，我相信。佢係有可能贏到世界盃。上屆佢都係即係12碼，即係輸俾美斯咁，所以即係輸俾阿根廷咁，所以我覺得今屆佢所有人腳各方面嘅實力係好過阿根廷咯嚇。同埋睇佢條線咧，應該佢贏聽日贏摩洛哥，贏埋西班牙，再入決賽對住阿根廷，應該冇乜問題。咁我哋一於拭目以待嗬。咁啊，其實咧，當你睇咁多場世界盃啦嚇，咁有一啲咧就係贏波啦，有啲咧就係會輸波啦咁。咁有冇啲特別贏波嘅鏡頭或者係輸波嘅鏡頭，你又睇見嗰啲場面又好想分享一下嘅咧？我諗我自己就留意到好多球員啦，唔好話贏波入波啦。開賽前啦，完咗場之後，無論贏定輸咧，我見到佢哋好多時候係望住個天啦，手指住上面啦，或者有啲即刻跪低去祈禱嘅。咁因為我而家係基督徒，我特別係留意到，咦，其實攝影師都特別捕捉咗呢啲鏡頭喎。咁當然啦，贏波同輸波，你都會有時見到啲球員係流下男兒淚嘅。但係我覺得我睇到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都好感恩啦，可以喺場上面，其實可以喺場上面踢世界盃已經係球員個終極夢想嚟㗎啦。好多人即係呢世人就係想踢一場世界盃，咁你仲要去到贏波啊、入球啊呢啲咧，我覺得係佢哋會覺得係做一個球員嘅最大嘅祝福咯。有幾億人去睇到呢一個，即係呢世人都唔會唔記得咯呢啲畫面。係，我見到好多人咧贏波啦，都做好多動作，因為佢知道世界嗰個鏡頭都去晒佢嗰度啊嘛。有時候跣喺地下啊，或者跳高啊，或者打個關斗啊咁樣嚇。咁啊，贏波真係好嘅。咁輸波咧，輸波個鏡頭你又會見到有啲乜嘢令人會好回憶翻嘅時候，有啲印象咧咁樣。我今屆特別留意到美國隊，係啊，因為我見到美國隊今屆，我有 check 翻㗎。其實有一個球員叫 McKinney，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佢就今屆團結咗美國隊咧。佢每次開場同埋我哋啱啱輸咗場4-1輸俾比利時出咗局嗰場咧，雖然係輸得好核突，但係咧佢都團結將所有嘅隊友咧圍埋一個圈，佢企喺中間不斷咁去祈禱。咁教練都有講過，其實隊裏面咧未必所有都係有宗教信仰嚇，未必所有人都係基督徒，或者甚至係有唔同嘅宗教，但係佢就係 give thanks to God，即係佢呢個賽果無論係贏定輸都有佢個美意，可以完成咗呢場比賽，代表國家嘅一個榮譽去盡力打呢場比賽，本身已經係一個祝福咯。所以我覺得足球唔係贏就輸㗎啦，世界盃冠軍只得一個，咁你有機會參與已經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咁我好欣賞今屆世界盃嗰個攝影師係捕捉呢啲鏡頭俾我哋睇。可能我以前有都冇留意啦，但係今屆美國隊係好明顯去做呢樣嘢，咁令到全世界都會更加去即係留意呢樣嘢。咁另外又講返巴西出局輸俾挪威嗰場咧。有幾個球員咧一吹雞，亦都即刻跪咗喺個地下度，係指上天，跟住喺度祈禱嚇。譬如講翻我哋即係兩個球王啦，朗拿度即係 C 朗同美斯啦，佢哋都係有個習慣咧，入咗波啊，同埋完咗場之後咧去做一啲祈禱嘅動作嘅。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幾有趣咯嚇。可能我自己今屆特別留意多咗。好。
嗱，好啦，我哋今次咧，我哋嘅大題目咧就叫做從世界盃去睇咧人生嘅下半場。咁啊，我曾經睇過本書，可能大家都睇過啦，叫做《人生下半場》。咁佢裏邊咧就強調話，嗱，一場嘅球賽，嗰個賽果咧唔係決定喺上半場，係喺下半場。嗱，上半場贏咗咧，可能下半場追翻㗎喎；上半場輸咗咧，可能下半場上半場如果係贏咗，可能下半場輸翻調翻轉頭㗎喎。咁啊，其實咧一個基督徒都係咧，人生上半場你幾燦爛都好，咁但係如果你嘅人生下半場，你嘅靈性啊、信仰啊都係一敗塗地嘅話咧，咁啊其實你即係去到神嘅面前嘅結果係咩咧？咁樣呢個係好重要。咁你又體會到咧就有冇啲咩球賽特別上半場贏咗輸咗，但係下半場扭翻轉個情況，可唔可以俾我哋睇睇有啲乜嘢球賽你有呢個心得？哦，咁啊要講翻尋日嗰場阿根廷對埃及。我都有睇喎。係啊，話呢場波又係啦，埃及已經領先到2-0咧。其實阿美斯自己都以為自己輸噶啦，因為佢有一場第一球12碼佢又射唔入。哇！但係阿根廷喺79分鐘至到90幾分鐘呢10零分鐘咧，竟然追翻3球。係咯，呢場我應該係好多球評都話呢場係 one of the biggest comeback in the World Cup history 咯，即係好少球隊係落後2球之下係追翻3球，仲要喺法定時間喎，即係冇加時喎。咁啊睇到哇，阿根廷呢隊波個韌力係好犀利，即係你話呢啲世界勁旅咧，佢有時打得差咧，你又真係鬧到佢飛起，好似未瞓醒咁。但係好明顯就係尋日阿美斯開始發力啦，佢入1球，跟住助攻1球，真係睇到拍案叫絕咯嗰場波嚇。咁亦都睇到一啲勁旅其實佢本身個實力喺度嘅，所以你會睇翻而家8強咧，得翻1隊南美波，剩翻嗰啲1隊摩洛哥係非洲波，剩翻全部歐洲足球隊。哦，係啊，係啊。佢哋咧喺大賽個經驗係比較強啲，同埋佢哋唔會咁快話攞住2球喺手就去防守啊，或者係做啲好愚蠢嘅行為咯。即係佢哋係大賽而家去到尾聲咧就贏，通常啲波就贏經驗同埋贏球星係啦。即係如果有一粒2粒球星咧，佢本身係發揮翻佢正常嘅水準咧，都可以將個賽果扭轉嘅。咁所以美斯呢啲球員就係叫 game changer 咯，佢有辦法將個賽果扭轉。當然啦，世界盃係踢11個人嚇，你啲隊友要唔放棄，認為自己係未輸，繼續去跑，繼續去衝撞，先至可以攞到嗰場比賽。所以我都好贊成你話，今屆世界盃咧好多入球係喺下半場嘅尾段啊，即係可能我哋講緊係80分鐘啊、90分鐘呢啲咁嘅加時嘅情況之下入添，咁令到我哋提醒自己，喂，我哋人生唔係對到40零50歲就話自己哎呀老啦，乜都唔可以做啦。其實仲有下面好精彩嘅時間咧，我哋係要繼續去努力拼搏，咁樣先至係對自己個人生即係無憾咯嚇，即係唔可以太早去放棄咯，好多時候。好多謝 Amanda。嗱，今次咧我哋個大題目就係從世界盃去睇人生下半場。咁啊，真係我哋好想藉着呢一個嘅節目，咁啊，讓大家咧了解到基督徒嘅人生同樣都係一樣，好似睇世界盃咁。係啊，之前贏緊㗎，但係有機會會輸嘅。之前輸咗，但係如果你拼搏努力嘅話咧，一樣有燦爛嘅人生嘅好結果。正如好似保羅話咧，那美好嘅仗我打過了，當跑嘅路我跑盡了，所信嘅道我守住了。如果呢句說話可以喺你人生最後一樣咁樣去宣告嘅話，你話幾寶貴呢？好啦，今日咧我哋就會喺呢處結束啦。但係我哋未完嘅，我哋仲會有下一輯，就會同 Amanda 繼續講呢個世界盃落去。希望弟兄姊妹、親愛朋友支持我哋，訂閱我哋嘅頻道，並且敲響個鐘，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嘅節目噶啦。好啦，拜拜，拜拜。